三公冲。爱好是音乐嘅路行啊，是从西洋古典开始，所以我会从动动某种嘅语言，像係意大利文、德文、拉丁文，所以我就想，我都可以用这么多不同的语言来唱歌了。如果我用我的母语客家话来唱歌，该係唔係有那麼多嘅可能？大家好，今本嘅暗部跳呢，東歡喜就對嚟到兩位唱歌本大家聽，東歡喜就對到大家分享我嘅歌曲，呢條歌曲對表呢又快樂嘅，又輕鬆嘅，也有一點悲傷的歌曲哦。那今天晚上呢，就邀請大家一起跟我享受在這個不同氛圍的夜晚。第一首呢，我要帶來的歌曲啊，就是在描寫這個客家人遷徙以及流浪的性格。歌名是《Gypsy Gypsy》。Gypsy,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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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Gypsy, 飄飄動動，一個跳擺莫行過嘅橋路。Gypsy, 坎坎坷坷。Gypsy, 唔得停拖，記住。將人生嘅前方，曼多利諾伊嘅美麗輕聲，聽愛歌唱，比愛到自己嘅懂得地方，用量輕聲，本愛快樂，所有嘅。什麼？你看你嘅搖擺輕聲，聽愛歌唱，比愛到自己嘅懂得地方，真情輕聲，本愛快樂，所有嘅煩惱都冇感覺咯。用量輕聲。
Gypsy， 有那种摇摆的感觉吗？你们？接下来带来这首呢，是要送给我妈妈的歌。我觉得我妈妈年轻的时候，她一定也是一个很热情的女孩子，描写我妈妈在跳阿狗狗的感觉。这首歌的曲名是《阿狗狗阿梅》。所以它是一个很轻快的歌，对不对？跳下台架糖豆啊，该两条狗都是属于比较中亚编曲的歌，那就是我对于客家歌曲呢这个一部分的想象，因为我觉得逆捏啊动吼高，它就本来有它这个韵律。如果我可以用我的母语哈嘎法来重构，然后呢我加入一点不同的节奏，然后不同的音乐的元素，是不是就可以让这个客家歌曲有更多的可能性发生？来条咖比用给三个呢，我就想要表达就是安用音此 u 唱送给感觉，所以呢，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这首咖比用给三个。都哈住。隔壁东松松，花
诉说，找唔到，游啊游，童话。隔壁乡嘅山歌，向我聽啊。風向地，呀嘛呀，這馬薩基客家。隔壁鄉嘅山歌，咱在唱啊。我從細啊就帶到台北，大學嘅時節有一隻客家嘅合唱團，請我聽書去彈鋼琴。到嗰個時節，我就開始學唱山歌，學講客話。我從來冇想到，到開始到兩晚，我會花咁多嘅時間到兩位。有一擺啊，跟一個客家的劇團山婉然劇團，我都去歐洲表演。嗰擺啊，我會到嘅外國人嘅挑戰唱山歌，我很記得我唱嘅係羅山歌。一唱完啊，跟外國人就感覺哦，你嘅歌曲很好聽哦，佢叫認為啊，你係藝術，你係文化，你係寶。有這樣子出國演出的經驗啊，其實就給我很多嘅信心，聽着會唱客家歌曲。那唱歌從咁多年嚟啊，兩晚呢，我也聽到我自家唱傳統山歌嘅方式，從這個傳統的歌詞啊，我未老跳擺嘅時代有很多嘅連接。
刚才唱的呢，都是传统的组曲哦。这些歌曲呢，其实我当初选这些，是因为它都在讲这个女性思情郎的感觉。那其实早期的女性都比较保守，可是有没有刚还有比较热情？有没有？对，因为带来不同的氛围。那其实我唱歌唱很多年。有一段时间变成例行公事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样投入你的情感，看不到未来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迷惘，然后不开心，就觉得唱歌这件事情不好玩，而且很辛苦。可是呢，唱一唱，我又觉得说，其实也没有这么严重，不需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就是做自己，然后尽力去做。所以我就写了一首歌啊，叫做《回声》，就是说我唱歌唱这么多年，可是呢，有一个声音一直告诉我。如果我想要做什么呢，我就勇敢的去做，往自己的梦想前进。当然，如果你们有梦想，希望你们也可以朝你们的梦想前进。一起来欣赏这首《回声》。手唱台书记录书记，代代的声音老爱讲，有梦想伊手会行行哩，爱唱歌手台上唱，心心念念，梦来飞飞。树缠天天缠树，袅袅圆圆，扭扭牵连，流年线流天。Sing a song， 唱歌是种快乐，也是种自由的事情。交嘅时间呢，你做对唱歌本起家堂，本食材很香味，就按用你简单嘅唱歌。心心念念，轮来飞飞，树缠天天缠树，袅袅圆圆，扭扭牵连，流年线流天。手唱天东飘，顶机浮云，高高的声音老爱讲，有梦想伊手会行行去，爱唱歌手台上唱。其实，佩书我之前
在录课台的过程中，我跟他合作，不知道是2次还是3次。那时候听她的声音就觉得，这女生的声音还不错。可是她这张专辑出来我吓一跳。她也自己讲说，以前对自己太束缚了，所以这次就放开。所以你会拉手风琴会啊。那你为什么不带来呢？因为我这次要专心唱歌，好吗？我要背那么多歌词。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有点摸不着头绪啊。所以其实每一张唱片它有它的调性嘛。然后我从第一首这样听下来，我一直抓不到说到底它的走向是什么。后来我就把它下了一个就是 World Music， 就是它里面什么都有就对了。可是我觉得它难度是在你怎么去把不一样的东西混在合理而且顺理成章啊。我觉得我在执行上困难也是在这里。这样讲可能会得罪人，可是我觉得佩书这张的歌曲是我做过课台以来那么多首歌我觉得最好听的一张专辑。接下来这一首呢，我要带来的其实是像小朋友唱的歌。那因为我很喜欢一首童谣，叫做《猜谜歌》，它就是问问题啊，然后就要回答答案。那我是从这首童谣《猜谜歌》呢，然后就写了这首《弯弯》，然后呢，在编曲上面也做了很多不一样的改变，所以希望大家也会喜欢这首《弯弯》。水弯弯，路弯弯，夜弯弯嘞，天空弯弯，子呀弯弯，乌咪梦呀弯弯哦。弯弯的水
谢谢。那个佩叔说他要练我的台语歌嘛，我就说啊，你是啊，你是啊，对，我就说，他就说，不过你也要练我的客家歌，啊，我是啊，我是啊，所以很担心，他也很担心他会唱错。客语的现在的流行音乐，我觉得跟台语相较之下，它比较没有包袱，因为台语曾经在这个30年代那个时候到现在到80年代，我爸那个时代。他们有很多的胜利方程式，使得后来做台语歌的人觉得都需要照那个模式去做，才会有人愿意听。相较之下，客语歌似乎没有这个胜利方程式，所以他们在写歌上更天马行空，就是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所以那既然来到了我家客厅，当然也要请你唱歌喽。好啊，你们听歌吗？台语歌。台语歌。哎，好，谢谢谢谢。好，那我唱我专辑里面的第一首歌曲，叫做《台北那会拢无人》。台北那会拢无人。但是佩叔你也要帮我唱。可是我的台语袂练凳呢。哎啦，你也塞啦。你现在讲就很好。哦，真的吗？对，而且唱一定会更好。好，那我就来试试看。你要测试看看吗？好好好。有听过这首歌吗？你们？哦，我不应该问的，sorry。今天唱给你们听。对。中校东路口，无影的台北火车头，看袂着轻松的笑容，拢全人，台北拢全人。我的心内迄个繁华的所在，哪会每一个人像无熟悉？吵吵闹闹规工车半平，这个所在不是当初迄个所在。若像着向前行，就想起故乡啊。总有一天我会出头天。因为台北拢全人。听人在讲，中国有偌大，少年人会定定心惊惊。你开故乡来台北打拼，你开台北流浪到北京。迄个繁华的所在，哪会每一个人像无熟悉？吵吵闹闹规工车半平，这个所在不是当初迄个所在。无人要留落来，大家拢陪用驶。总有一天我会出头天，因为台北拢无人。总有一天我会出头天，因为台北拢无人。因为台北拢无人。
好听哈。谢谢大家。台北那可能到 K 他用到这差，根本拍谁哈？不会啦，就华裔耶。热闹。为什么我开始跟你讲闽南语啊？我没有办法跟你讲客语，但是我有练你一首客语的歌，国语叫《痒痒》。痒痒，国语叫痒，可以吗？这首可以啊。好，那我们就来听这首很可爱的歌哦。那我要先讲一下这首歌，我为什么当初写这首歌。这首歌呢，是我到阳明山的时候，然后因为我在走那个水圳啊，然后就有枯叶掉到那个水圳，然后就顺着那个水流过来。那因为它是在水道里面，所以它很暗，我就觉得奇怪，我的脚好痒，好恐怖。我想说是不是鬼片看太多了？对啊，就觉得有人在抓我的脚，很恐怖。然后结果后来低头一看，因为很暗嘛，后来才发现呢，原来是枯叶。那因为这个脚痒痒的，所以就让我想到说，其实我们很多人的内心其实也有很多悸动跟渴望，那其实也是一种内心的痒。然后我就写了这首歌。哦，所以你从脚痒变成内心的痒，对，你的想象力好丰富哦。是，创作人就有丰富的想象力啊，不是吗？还好，对。好，那我们就来唱这首。我有练。你有练？对对对。练，那我们要唱这首。嗨。所以我们谢谢建伟，谢谢他带来好听的歌，谢谢。大
动后唱歌，听众会继续唱下去，因为传统，因为古典，因为创作有路弯弯，那个创作路俩下咱开始听听。紧跳紧行爱的脚步，无真正结束了发发的创文。紧跳紧行爱的方向，就在左偏老右偏的地方。美丽的路上有你，美丽的路上有我。啊哈，高向前行。啊哈。Melody Roll， 我今天的这个音乐会啊，就到这边结束了，所以我要谢谢所有的乐队老师，真的要谢谢所有的老师，谢谢。